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欢迎收听迦南之声。大家平安，欢迎收听6月初3的迦南之声，我是尤波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上主是我的亮光与拯救。我们要读诗篇27到28篇。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上主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我有什么好畏惧呢？诗篇27篇第1节。你知道自然光非常的重要，光对我们人类、对植物都很重要。自然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它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和日常的生活功能有着深远的影响。它的作用非常的广泛，其中有一项是生物节律调整，可以调节生物时钟，确保我们的睡眠、清醒周期和其他的生理功能运作能够发挥正常。缺乏足够的自然光照射，可能会导致生物时钟的混乱，引发对我们的睡眠的问题就会产生造成影响，抑郁或者是就是所谓不足的还有其他的健康的问题这个忧郁就会失眠就会带来一些可能产生忧郁。那另外呢，它会产生维生素 D， 对于我们的骨骼健康、免疫功能和心脏健康至关重要。也透过在皮肤中合成维生素 D， 我们就维持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维生素 D 的水平，以确保身体的运作正常。另外呢，对我们的心理的健康也非常的有影响。自然光对于心理健康具有积极的影响。研究表明，接触自然光可以提升情绪、减轻压力和焦虑，并且能够改善心情。所以弟兄姐妹，鼓励有时候如果有太阳光、好天气的时候，可以到户外来走一走。另外呢，这个光对我们的视力和识别的能力也会有影响。自然光的光谱分布对我们的视力非常重要，比人造的照明自然光提供更广泛的光谱范围，使我们能够更准确来看见颜色跟细节。现在都滑手机那个蓝光就会造成我们的眼睛的伤害。另外呢，太阳光或者是自然光可以带来能源或者是这个节能。自然光是一种可以再生的能源来源，不需额外的资源供应。这是以上自然光对我们的帮助。然而，我们再看今天这篇的诗篇一开始我们看到大卫说这位上主是他的光他的亮光其实大卫在逃避扫罗王的追杀的时候，可说身心俱疲无人可靠，可能连睡觉都睡不安稳他有感而发来做出这个诗篇，用信心来宣告说，上主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
他怕这一些扫罗的军队可能随时找到他。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我有什么好畏惧呢？哇！所以我们要从这2篇的诗篇，我们一起来看哪一些的重点提醒哦。第一个，依靠神的力量和庇护哦。神是我们的亮光和拯救，就好像他供应充足，在我们所需用的这一些的透过光线的照耀，使我们的身心灵能够整全，所以我们不需要恐惧跟担心害怕。当我们寻求神的面，并依靠他的力量，他会帮助我们，他会保护我们，使我们超越这些内在的恐惧跟外在的困难。诗人也提醒我们要寻求神的面，来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应该主动来寻求神的面，不要想到要遇见困难的时候才来找他，才向他祷告。平常我们就要单独会主哦，我们就要透过跟迦南之声，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灵修的时间，跟上帝建立亲密的管道。你知道现代我们的生活节奏非常的快，所以常常要忙碌啊，所以我们常常被忙碌或者分心所困扰，以至于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来灵修啊，这个都是借口了。所以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分别一段时间，只有几分钟啊，经文提醒我们要寻求神的面，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再忙，我们真的是5分钟、10分钟啊，分别出来，抽出这个时间与主相会，寻求他的心意和指引。第3，我们透过敬拜赞美这位神的恩典跟能力，来用感恩跟敬拜赞美的心态来敬拜他，感受到他能力的护庇，还有他赐下的恩典。我们呢，也应该珍惜上帝所给我们的福分，并随时你就可以用 YouTube 选择一首诗歌，就跟着唱，这样赞美他、敬拜他哦。因为现在生活真的很容易着重在物质的追求和外在的成就，但是我们真的会忽略的内在心灵的层面哦。诗篇28篇提醒我们要敬拜神、敬畏神，感受到他的恩典跟能力。所以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持续感恩。现在手机很方便，你点那个 YouTube 就可以随时把这个诗歌呈现出来就是跟着唱这样我们一起来颂赞这位上帝的全能啊。诗人也提醒我们要依靠他的保护跟供应啊。我们看我们台湾面临中国的威胁哦，我们都想要靠这些强国美国等等但是最终人真的是没有办法依靠，我们要依靠这位掌管万有的上帝来引导我们、护庇我们，只有他才能够提供我们永恒的平安。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危机当中有很多的风险，无论是身体上的、精神上的诗人透过诗篇27篇来提醒我们，在神的庇护之下寻求平安保护。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安全交托给神，唯有他才能够提供给我们永恒的平安。最后一个就是要珍惜灵性的宝贵价值现代科技的发达常常让我们陷入在消费主义跟物质的追求泥沼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看这2篇都在提醒我们注重灵性里面的这价值，这个宝贵的价值。我们要来寻求满足我们灵性的这样的一个充足，这样的宝贵的经验、宝贵的价值，比任何财物、物质都更加持久有意义。所以我们这2篇看下来，
提供给我们在很忙碌面对世界的挑战的当中，我们需要依靠上帝，寻求他的面，敬拜他，依赖他的保护，才是永久，珍惜我们灵性内在的价值。所以这些经文都在期望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能够持定信心，来依靠神的带领。我们来默想，你如何在生活当中来寻求这位上主的保护跟他所赐给你的力量呢？你如何经历他的恩典跟能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成为我们的亮光和拯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需要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所以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力量跟庇护。求你帮助我们时时刻刻依靠你，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借着你所给我们的能力，超越我们内在的恐惧跟担忧，让你的平安、你的安慰填满我们困惑的心灵，让我们在你的爱中找到真正的平安。我们渴望与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求你教导我们如何来寻求你的面，并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持与你的会遇，让我们的心灵时刻来被你来引导，让你来掌权，明白你的心意，顺服你的带领。我们真的需要你的保护，需要你的供应。愿我们放下一切的忧虑，将一切忧虑完全的交托献给神。求你看顾我们的身心灵，让你的爱来护卫着我们，使我们在你的庇护之下找到真正永恒的平安。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有上主的光照来照亮你的生命。我们下次再见哦。